婆去缴钱，水费500元，电费2000元，加起来是多少？阿婆肚子饿，买菜900块，加起来是多少？0。3480元。阿婆肚子痛，胸花掏钱，加起来是多少？0。4480元。阿婆皮包有500元，这样还剩多少？0。150。错。0。错。0。20。错。通通错。答案是钱不够。平安，真歹势，要甲你报告的是，阮的钱真正无够。为着培育更较好的牧师甲传教者，阮一向拢袂当算投资时间甲金钱伫教育。就算是要面对1180万的赤字，阮犹原坚持上完整的教育，所以才有一位安尼的牧师徛伫你的面前。我毋知恁的牧师是啥物人，但是我知伊是对神学院来的。伫伊的牧师生涯中间，面对着对无共所在、无共年龄层的人，下班对伊来讲并毋是休困。研究过去的历史，学习新的知识，是拢袂当停止的。阮相信，更较好的教育，成就更较好的教会。阮欢迎你加入台湾神学院，也欢迎你支持台湾神学院。伫1180万赤字的压力下面，阮犹原无放弃图书馆总书10万册的计划，预算2800万。这3980万是一个真大的数字，但是感谢上帝，咱有10万人做伙分担。相信上帝，伊袂予咱所袂当承担的。3980万除以10万人等于多少？你？我唔知呢。